晒啦，有咩冇傾先？卡圖歐喎呢邊。穿咗100幾200點，跟住調翻轉頭行咁唔死係咪先啱啊？所以我攞啲數據出嚟咧，係幫助到我哋知道係咪真係學位嘅。RSI 係。RSI 得唔得啊？聽到未？睇你點睇啦 ，OK 嘅。你話即係行緊 range 嘅時候，係啊，行緊 range 嘅時候會落實。其實咧，橫行嘅時間，阿卡成日都講㗎啦。橫行嘅時間咧，其實我哋應該咧係打醒實佢精神。頂位好似升下收窄，升唔到頂啊！我覺得佢再上機會就細，所以我就會睇到兩眼。唔係一個好嘅指標嚟㗎，因為你見到，因為佢識變㗎嘛。但係佢經過一個長時間咁樣 consolidate 嘅話咧，你可以順咗好長。呢個時間咧係45.3，有個長時間橫行區，有個 gap down，佢動力向下非常之大，亦都見到係46嘅成分都係跌嘅。而我相信因為咁嘅勢咧，我會覺得佢繼續。呢係綠咁即係話咧，其實今日恒生指數龍頭股咧，紅色係跌啊嘛，咁深紅色咧就跌得最多，應該係呢隻百利國際啦，負6.幾個%。OK， 咁如果升嘅話咧，升最多應該係呢隻啦，1.8%。如果揾個方法係幾準嘅，有冇想知先？我要學下啦，得幾個咋？嚇，得幾個咋？